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，我是节目面阿兔啊。观众朋友，敢知影这2天社交媒体面顶上穿的话头是啥？美国大明星 Will Smith 伫奥斯卡颁奖典礼面顶，甲搬喙紧演员 Chris Rock 扇喙皮，在场人士拢真戆影，过来全世界拢咧讨论 Will Smith 起骹动手，因端是搬喙紧演员讲的笑话，冲犯着伊的牵手。咱知影美国搬喙紧这款喜剧形式，再来后甲人口洗，总是摕来口洗的相客，当时会冲犯着人，会晓遵责，拄好就是搬喙紧的功夫。这几冬，台湾不时有搬喙紧工作者，这款功夫无有路，引起争议甲冲突。会使讲，这是一个古早又古着时的话题。咱今仔日就做伙来讨论。小介现场来宾邀请 Fox 体育主播陈宏仪。主持人、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朱麦陈宏仪。邀请东吴大学体学系人权学程陈耀华教授。主持人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邀请台湾搬喙紧工作者龙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龙龙，大家好。好，观众朋友，咱今仔日讨论的代志发生伫美国影艺学院的电影奖，咱片名叫做奥斯卡。咱知影 Will Smith 伊的牵手吼，即马是光头，总是伊是固不二中啊，因为有一个落头毛的镜头。搬喙紧的演员 Chris Rock 就讲，你这个光头吼，挺好去演兵啊。Will Smith 真生气，就行上台，甲扇一个喙片，这个暴力事件，互美国影艺学院即马在开会讨论讲，爱安怎来处理。总是输人公影的原因，有一项10分钟了后 ，Will Smith 就摕到最佳男主角的这个奖哦。伊的先摆 Denzel Washington。伫广告的时间去甲安达讲，这是你成功的时阵，你就爱注意你家己的行大。这个事件认为 Chris Rock 唔对的人吼，差不多是52%；认为 Will Smith 有唔对的人是47%。会使讲拄好是对半，搬喙紧这个形式吼，不时引起着这个冲突甲争议。咱现场龙龙嘛捌吼，家己无欢喜的代志吼，去互人提出来讲。咱知影搬喙紧这款的形式，敢有一个卡本，也是讲戏文啊？奥斯卡面顶这个事件，敢是脱稿的演出？这个代志，咱今仔日拢要来讨论。大兴扇喙皮的报道，同齐来看。Jada, I love you. G.I. Jane 2, can't wait to see it. All right? 非洲的喜剧演员克里斯洛克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，替大咖捷达平基的光头造型来滚耍笑，讲伊亲像魔鬼女大兵内底戴米摩尔，会使去演续集。结果穿青色礼服的捷达听了到地强要变面，身躯边的红塞威尔史密斯真生气，冲上台顶，甲克里斯洛克甲扇落去。捷达平基因为头毛一直拉，旧年归去剃光头，无受到光头的造型，却上摕来滚耍笑。威尔史密斯倒来座位了后，也真生气，连续搁骂2摆。Keep my wife's name out your mouth. 现场的气氛一时变甲真爱摇，导播也赶紧来消音。克里斯洛克是家己说来讲，这是电视史上上伟大之夜。所来就继续来颁奖，就伫观众看甲无啥啥，怀疑这是安排好的桥段时，就有以王者理查摕下奥斯卡影帝威尔史密斯，就台领奖时啉袂调流目屎，认真敢若像伊伫片中所扮的角色，一切拢是为着维护出来的人。I'm being called on in my life to love people and to protect people. And to be a river to my people. 这拍人的事件，引发各界热烈的讨论。有人同情威尔史密斯翁仔某，也有人认为讲暴力行为袂使互合理化。洛杉矶警察局考虑介入调查，不过克里斯洛克无拍算要报案。实际上，这毋是克里斯洛克头一摆惹出讲毋对话的风波。2016年，伊就捌伫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替捷达平基来滚耍笑，另外安排阿A囡仔上台桥段，也互认为有种族歧视的嫌疑。当时引发离安这25名阿 A 电影人士联名的抗议，所有美国影艺学院主席也为此系失礼。公视新闻张回变编译。观众朋友，未开始讨论的大声，咱先来讲一个话头。Will Smith 的行为是有法律的责任，伫美国这叫做 assault 伤害罪吼，是因为 Chris Rock 无要去警察局备案，则无正做一个刑事的案件。这个章头咱爱抓好调吼。
大生，咱来请教陈大哥吼。咱知影美国的戏剧演员吼，本地就爱受到这个 heckler， 咱讲这个亚康的人的这个挑战吼。以早是大咖甲伊呛声吼，即马 Will Smith 的行为会互人感觉着讲，伊敢是改变这个搬喙镜演员的工作的环境，因为即马 heckler 会使行去台顶直接甲伊猫落吼。即款的代志，咱安怎来看咧？其实因为我本身伫咧较少年的时阵啦，吼是伫咧美国做过即个讲搬喙镜即件代志，做戏剧，所以我大概知影讲美国因这个做戏剧的文化大概是安怎。当然你头仔讲伫咧，人伊伫咧酒吧内底表演啦，吼啊，大家啉烧酒醉啦，啊，其实做这个搬喙镜的表演，你得爱观众啉烧酒醉了后，大家反应才会好嘛。你讲的笑话，大家才会笑嘛。所以因拢希望讲大家啉了愈烧酒醉愈好。所以讲但是咧这。观众朋友因啉甲烧酒醉，开始讲无法度控制家己的时阵，就开始会出现像讲迄个你头讲，来甲伊呛声的即款人。但是讲一般吼，咱讲伫咧做这戏剧对，咱今日现场讲专业的这弄一定是比我较了解。但是咱基本上伫咧舞台顶要做这个戏剧的时阵，互呛声这款是少这基本的。但是你袂使共起骹动手啊。你会还讲啊，你看无好笑，你就是啉烧酒醉要甲我呛声哦，害我讲我本来讲的笑话排好好安排好好啊，结果叫你安尼拍断去安尼啦。哦，所以我会感觉讲起骹动手共拍，这不管是伫倒一个一款状况内底，不管是伫一个大家拢是啉烧酒醉的酒吧，啊，或者是讲伫个像讲 Oscar 这款全世界大家拢会看的舞台顶，这绝对是袂当接受的。但是我感觉讲这件代志发生了后，我感觉讲其实足趣味的，就讲咱伫个用华语讲叫风向。网络风向，其实我感觉台湾跟美国两国是完全无共的啦。虽然讲咱他有讲这做这这民调，吼可能差不多是50-50，一半一半啦吼。但是我感觉讲其实这民调伊的这个做的人吼，这个样本数都无多，所以我感觉这话讲无准啦。就讲今日我嘛有准备一份民调吼，就是讲这伫个 Twitter 头顶吼，我看讲这 Oscar 出这个代志吼，Will Smith 去讲先吹皮这件代志了后，其实吼这。全美国每一州较支持 Chris Rock， 刚刚讲 Chris Rock， 佢只是讲戏剧的演员吼，笑剧的演员讲笑话，无应该互攻击。其实伫咧美国每一州比起来，其实这哪些的拢是较支持。看起来甲总统大选的我知啦，但是这其实这哪些的吼，拢是较支持 Chris Rock。较大面支持 Chris Rock。对啊，讲其实拢是这大都市，吼大都市啊，其实咧红色的吼，可能就像 Arizona 啦，还是讲这中西部较这可能就感觉讲这较支持这个 Will Smith。当然这为什么有这款结果？可能嘛有讲因这美国人因的这个每一个所在每一州因无共款的文化，吼无共，所以做出无共的结果。但是以我来看，我哈讲这网络风向，其实就讲咱台湾的网络风向，就敢若。真侪咧听某的人吼，拢去用调出来啊！吼，大家拢讲啊，这也是阮某吼，我唔能够拍，我用刀甲拄，用开枪甲拍。但是伫咧美国，我感觉讲，美国人因的这个网络风向，较侪是感觉讲，他主持人讲的这 assault， 就讲那会讲有这个来宾观众走去舞台顶去甲这表演者去讲 assault 去讲攻击嘛。所以我讲听会出来讲，其实种这台湾甲美国两国的文化无共。我感觉讲咱台湾较重视可能讲，你讲中华文化好啦，吼讲儒家的文化嘛好啦，反正咱受着这个影响，吼长期以来，咱讲咱人甲人之间应该是真礼貌，吼也袂使讲人的唔好，咱就放喺心肝底就好啊，吼人无伫个甲讲，但是伫咧美国人来讲，这是做一个表演者，伊的表演自由、言论自由，宪法有保障的嘛，对吧？所以人讲，其实这 Chris Rock。伊去讲人的这个Chris Will Smith 的某搭头鬃这件代志，讲这是伊的表演，你也无爱，你着其实吼，你搁较无袂爽，嘛袂使走去舞台顶去共拍啦。我感觉这有一个底线的底下嘛，就讲你，尤其讲我感觉 Will Smith 伊就是一个足有权利的人。是，而且吼，我分享我一个经验，以前我少年的时阵，伫咧美国做这脱口秀的时阵，有一届就拄着 Chris Rock。哦，迄讲伊就是伊就讲一个足笑亏的代志，伊就讲吼，迄当阵其实美国有一个社会事件、新闻事件，就讲有一个白人的这个主持人，啊可能去甲这个去讲笑话，去笑这个黑人的查某的这个球员，
拍篮球的球员。哦，啊，所以就这种族的歧视的代志嘛吼。啊，迄个时阵 Chris Rock 就去迄个我本来要讲笑话，迄个酒吧内底，伊就讲一段，我感觉最好笑的。伊就讲吼，其实吼，要讲这个黑人的歹话吼，你要是白人，你就是一世人都袂使讲黑人的歹话啦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已经足侪好处啊。所以讲，这个世界就是安尼，你也是好野人，就袂使讲善家人的歹话。哦，善的人就袂使讲大口的人的歹话。官的人路的人就袂使讲恶的人的歹话，啊，这个引导的人就袂使讲生了歹的人的歹话。哦，所以我讲这其实迄个时阵吼，伊讲到足笑亏，但我讲其实伫这美国的这个做脱口秀的文化就是安尼。你要笑吼，你得爱笑这个有权利的人，你莫去。所以今日这件代志，我就讲今日也是 Chris Rock 笑的是，譬如讲主持人也是我好啊，咱这款一般的人。哦。我就感觉讲这实在伤超过，超过但是一笑的，虽然讲吼，这人的健康状况，你强讲吼，这实在是有一淡薄仔无礼貌。但是我感觉讲，个算讲是伫迄个会当忍受的范围内底啦。是。为什么？因为 Will Smith 因甲因翁仔某伫咧美国这个好莱坞内底，因是足有权利的人，足成功呢，就赚足侪钱的，甚至讲 Will Smith 伊是会当讲家己做电影。唔若讲伊家己搬主角，家己做制作人吼，做制作人开电影公司，赚足侪钱，啊，即届佢摕到最佳的男主角，所以讲伊是有权利的人。啊，我感觉伫美国的文化内底，你有权利，你有钱的人，你得爱有一个风度啦。哦，风度我讲，哦，今日讲啊，别人讲甲你口水啊，哦，甲你酸啦，哦，这种伫美国文化内底，我感觉讲，拢是必须爱你来做一个有钱人，因为你已经伫咧社会的阶层。遐尼悬，对无？你已经遐侪权利，遐侪好康的代志好你啊！你应该讲，如果你也是 Facebook 的头家，你也是 Tesla 的头家，人家甲你笑，甲你算，你得爱，就算讲淡薄仔超过，你嘛是爱笑笑啊。所以这件代志，我感觉讲吼，你做 Will Smith 这个阶层的人，走去舞台顶共把唱超过啊。哦，是好，观众朋友，咱来看吼，各界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是安怎？咱台湾甲美国拢有民调，台湾甲美国的民调吼，即摆的结果差不多是相像，认为 Chris Rock 较唔对的较侪，超过5成，啊，认为 Will Smith 较唔对的。无到5成，总是这个争差吼，差不多是5%尔哦。另外有几个较趣味的美角吼，若是用族群来看，不管是白人啊、非洲的美国人、西班牙的啊，还是讲亚裔的人吼，拢是差不多对半。不过若是用性别来看，美国较侪女性认为 Will Smith 较唔对。咱来请教陈教授吼。咱台湾这个事件发生了后，看到侪人咧讲，哦，这 Will Smith 实在是正港的查甫人哦，保护家己的牵手，无去互人踢球，总是美国人女性感觉伊较唔对呢？我想即件代志吼，即摆用民调变成即个事件，甲两个人咧相争尔，就是讲 Will Smith 啊，甲迄个 Chris Rock 变成因两个查甫人的代志。好，我毋知影迄伊的太太那是怎啊碰见，吼，先怎伊的意见拢无人无甲伊访问，也毋知影讲伊咧想啥，吼。其实伊是当事人啊，因两个人敢是讲一个想讲啊，迄是阮太太，吼，我就是作为查甫人，我有去保护伊的义务，吼，迄就是我表现讲我是一个真正的好红婿的机会，吼。所以伊虽然去用骂讲，有的人讲伊毋对，毋过有以后做一个人甲支持啊，吼，讲是哦，伊就是真正的查甫人，毋过我感觉安尼的想法吼，都爱开始去想讲，先让迄个记者无去访问即个因的太太，听伊的意见是安怎吼？另外一个问题嘛是即个 Chris Rock，我想伊也有一种想法吼，讲今摆咱若讲笑亏的代志，即款代志也是拢是查某囡仔也是女性吼，会去互讲着。即马是毋是查某囡仔伊是安怎想，伊有啥物感觉无？我毋知影大家伫迄恁咧做事的所在吼，尤其是迄做事所在查甫较济的时阵吼，定定就是讲哦，足济查某的同事，大家都讲笑亏，啥物你也查某的同事伊也咧做代志，有的迄同事就甲伊笑一下，但因讲都无啥物啊，讲话哪有啥，毋过伊都无咧问讲。
啊，你的查某同事因的想法是安怎，因有感觉无？啊，因为伊大家咱的社会拢是查甫的做中心嘛，吼，所以感觉有一点啊，就是讲，无是咧想讲迄个去互考试的女性的同事，因为有可能因为安尼，伊怎啊无敢去甲查某人讲事，伊有一点啊后退。吼，啊有足侪人，我有听讲有的人因为迄个。伊伫迄做事的所在，无感觉对女性无欢迎，因为大家拢讲遐个话，啊，即马伊就无想要讲继续伫迄个地方发展，所以有一点影响迄个女性伫迄职场内底的公平。若是接受陈大哥拄则所讲的吼。Will Smith 的看手事实上嘛是足出名的演员，伊应该爱有声。陈教授，你的意思是讲，即马即个事实上足有权利的人嘛变做无声，因为伊是一个女性，敢是安尼？对，迄就是讲，咱的社会更卖拢有一种天花板，就是讲，你即马你也真正做女性，你也做主管，伊就讲哦，你想叫做真火。对，你女强人，嘿，啊，就甲你讲你是女强人，啊，就是讲你就你就爱就甲你有一点刻板的印象，讲你是伤恰，嘿，啊，迄个成见就是讲查某人就是爱安怎，查某人就是爱安怎，所以查某人安怎，查某人安怎，就是影响伊伫迄事业的发展，所以偏偏是人，偏偏是足厉害的演员，所以看一个即马个一个好的形象，另外一个就是讲伫遐去互考试，怎袂使家己去出头，毋过即就是讲查某人袂使保护伊的家庭嘛，查某人袂使是伊家庭的主人嘛，吼，就是一定爱等另外一个人甲伊保护嘛。是，观众朋友，这边的当事人是 Will Smith， 伊的看手，伊是一个女性，咱现场有龙龙嘛是一个女性。你伫这个事件内底，你的身份真特殊吼，你家己捌互人考试，你是当事人，当这时你是一个搬喙颈的工作者，即马邀请龙龙用一个搬喙颈工作者的身份来讲这个代志，即马真做一个搬喙颈工作者，你敢袂惊讲后边你咧表演的时阵？会有人将来台顶吼，甲你拍。哦。一开始先讲说啊，我有 po 文，就是消遣这件事情。然后，我觉得还蛮奇妙的是，后来网络上面的风向就变成龙龙自比为威尔史密斯，然后我也觉得好酷哦。就是我一开始的意思应该不是这样，就是我整篇贴文话应该是自嘲这件事情，然后再加上网络上其实很多梗图很喜欢说两性平权，可是是拳头的拳，就是我们靠拳头来处理事情。那今天威尔史密斯他就是靠拳头来处理事情，然后反而是台湾的一片赞赏声，觉得说哇好棒好帅哦，怎么会是一个那么好的丈夫？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荒谬的，蛮荒唐的，就是它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它怎么会跟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跟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两件事情呢？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写成一个短笑话，放在我的脸书上面这样子。你所讲的是，你讲的笑亏是讲，你拄到迄款的状况的时阵，我应该打下去的。应该爱去对，跟威尔史密斯一样，大家就会跟我说好帅哦，好帅哦，就是女权这样子。你真正意思是啥？就是你要借这来笑什么款的代志？当然是第一个是反暴力呀，就是暴力如果可以解决事情的话，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对，然后再来是也是自嘲，就是之前我自己发生的事情啊，就是之前我自己也在台上，就是因为被人家提到我不想要提到的事情，然后所以就觉得有点不舒服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刚刚聊到那个笑话的界限，就是你去取笑或是开比较弱势的人玩笑的话，当然大家可能会比较觉得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，然后或者是你是不是很没同情心，所以你开玩笑开比较有权有势的人话，大家比较可以接受。但是我自己有一点点小小不一样的看法是，我觉得笑话其实都可以开。我觉得都可以开，你当然可以开，就是很弱势的人玩笑，或者你可以开很坏的玩笑。这个在台湾最近很流行，叫地狱梗。可是它的风险就很高啊！你如果功力没有那么好的话，你就很容易被人家骂，或是你就很容易大家讨厌你。然后，所以我自己的话是比较少碰这一类的议题，因为我觉得很不小心就会变成伤人又伤己。这样子，然后我觉得讲笑话有两件事情是我自己不觉得他在喜剧的范畴。第一个就是直接人身攻击，
就是他完全没有笑话的技巧。就例如我今天只是上台，然后就说哦你长得很丑，就是观众可能会笑啊，就是观众可能会笑，可是他是喜剧吗？就是我会觉得很怀疑耶。那我们以后都上台，然后互骂就好啦。他怎么会用喜剧来包装呢？是。对，然后第二件事情是，我不喜欢上台的时候讲那些没有公开的私事。对，就例如我今天可能我妈妈生病，或者我家人过世，我可能还很难过，我可能还卡在那个情绪里面。可是可能别人知道之后觉得，哦，这个你不是都跟我们讲了吗？这个可能你也 po 过脸书了啊，那我可以把这个开玩笑吧。但是还是以当事人的心情为主吧。是。对，所以我并不觉得就是当这些观众或是大家都不知道事情，你把它拿出来讲话，它就有一点像是跟全世界的人讲这个人的小八卦，是，所以那一定会有效果嘛，那观众一定也会笑嘛，可是当事人一定会很受伤啊。所以我觉得像是那种没有公开的私事啊，然后或者是直接人身攻击这种，我都不觉得它是喜剧的范畴。我即摆来替你翻译一下吼，观众朋友龙所讲的是大声是伊家己的发文吼，伊家己的发文事实上是咧谴责暴力啦，毋是讲伊家己是 Will Smith。另外，龙认为讲吼，若是咧讲笑亏有2项代志爱注意，你毋通直接去甲人踢笑，拢无手路，安尼袂使。另外，就是当事人吼，无想要显然讲的代志，你毋通甲人提出来讲。咱讲到笑亏吼，讲到手路，咱即摆来看笑亏甲幽默。这个警察吼，幽默字典内底解说是讲，使人感觉到好笑、会欢喜的语言，也是行为吼，互人看到、听到的时阵会笑，这叫做幽默。另外，笑亏是啥？笑亏是用话语，也是讲故事，互别人感觉好笑，互别人有一个幽默的感受。这有2层哦，第一层是在铺排，就是铺排你的这个章头吼。第2层就是甲你的相机摕出来。美国的这个搬水警的工作者Michael Jr. 有讲，头1层你咧铺排的时阵吼，是互观众对着你的这个思路在行，了解到你咧讲啥。啊，第2项若是甲你的相机摕出来的时阵，就是讲迄个观众朋友吼，设想袂到的所在，互因感觉安尼好笑。这是伊讲讲这个笑亏的一个手路吼。另外，咱来看最近足流行的，咱讲地角的相机。地角相机是啥？都是用别人，譬如讲可能是机体无离变啊，也是悲剧，也是别人的镜头，甚至是讲到这个种族战争。悲剧甲死亡这的代志，事实上是别人悲伤，也是愤怒这的代志。你甲摕来做你的这个相机吼。不过你做这款代志，真容易引起着冲突甲争议。咱来请教陈大哥吼，咱所了解美国这个搬喙警这个形式吼，都是搞甲咱口洗，尤其嘛是会甲咱口洗种族啊，也是讲性别这的问题。在我了解吼，较早 Richard Pryor 也是 Eddie Murphy 这的搬喙警的演员吼，因若是伫口洗种族也是讲性别的时阵，伊袂足特定讲啥物人安怎，会讲特定讲啥物人的，迄是模仿，咱讲 impersonation。有这款的警察，你感觉你的观察敢是安尼？我感觉其实这个因为伫美国这个讲这个搬水警这件代志，讲笑话这件代志，其实有真长的一个历史的进步啦吼。就讲伊是像 Richard Pryor、Eddie Murphy 这些人吼，从老先辈一直到今卖的 Chris Rock， 甚至是讲是这个其他吼，不管是黑人还是讲其他白人的这个搬水警的演员啦。其实伊是一个长期以来的一个怎讲进化啦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其实讲像主持人讲，感觉以前的笑话较无讲甲较超过。是讲是，就算讲你要讲一寡较社会顶较敏感的议题，嘛，甲咱讲伊伫会包装起来，看听起来甲咱无像即马甲讲我就是咧讲你，我就是讲啥物人安尼。但我讲这可能啦，我讲有可能是因为讲即马即个现代即个网络的文化，
吼，咱什么拢求紧吼，咱来即马个人因为讲已经食甲真重咸啊啦，所以讲你来笑话吼，讲啊像以前安尼，因为拢听过啊嘛，就拢以前啊讲吼社会议题啊，讲这个种族歧视啊，这种男女歧视这种讲足多足久啊，所以讲我早就听过，所以讲你即马的这个要做这个拔喙筋的演员，特别讲伊的这个困难度较悬嘛。既然你的观众拢食较重咸嘛，所以你菜一定是愈煮愈炒愈咸嘛，对啊，一直重口味落去嘛。所以我感觉讲，这可能是上主要讲即马这个要做拔喙筋做笑剧，即款的这个文化的背景。但是其实我感觉头仔听龙龙所讲的，讲做一个这个笑剧的演员，其实无啥物叫做啥物笑话叫做你袂使去讲的啦。其实看你安怎讲啦。其实我感觉这笑话无讲应该无应该。像今日这 Chris Rock 的代志，我也无讲无所谓讲啥物应该无应该，甲人好笑无好笑啊。即马我感觉即届 Chris Rock 的代志就讲可能无法好笑。拄着这 Will Smith 的伊几个人的，就是无都控制家己，就去甲巴嘛。我感觉即届的代志其实状况是安尼啊。事实上，真侪人讲，因为Will Smith 的牵手，伊就是一个落头毛的镜头，你甲人笑人的病情，安尼敢好？是当然啦，我感觉讲其实啥物叫做讲，伊迄个界限伫倒位。我感觉其实迄界限就伫咧讲，人吼第一，你莫去头我讲的，莫去笑不如你的人。就讲哦，你也是有钱好野人，毋通去笑善家人。但善家人你笑好野人，我感觉就无问题啦。对啊。第二就是讲，也是讲你的这个当事者，互你笑的人，已经甲你讲，我感觉安尼我不喜欢，无爽快啦，我感觉无爽快，你就毋通讲无啦，我是一个喜剧演员啦，吼，这是我的这自由，这叫做人的做人失败啦。对，我感觉其实我感觉这是真简单的一个标准的放伫遐啦，吼，就讲。所以就讲回到讲即届这个奥斯卡的这个代志，到底 Chris Rock 伊这个笑话是不是主办单位有听过？以我个人我感觉来讲，我看应该是，因为伫咧这个舞台顶无可能讲我放一个人你来讲5分钟，爱讲啥，无可能。就甲咱这个总统吼，这个国庆日吼，这演讲一定迄个。讲稿是共款的嘛，对啊，无可能讲我脱稿演出哦，我乱讲一寡我进前无做过的物件，所以我感觉讲即届的代志，我认为讲这个 Oscar 主办单位的演艺学院爱负上大的责任啦。因为我感觉一定是主办单位前一天讲彩排的时阵，就知影讲内容。笑话内容是安尼，代表讲这主办单位嘛感觉讲 Chris Rock 这个笑话会当通过，对啊，所以我感觉讲这个主办这个Oscar 伊必须爱负上大的责任，所以其实吼，可能有人讲啊，其实你也唔知影讲可能 Oscar 主办单位唔知，但是我感觉讲吼，以这个逻辑基本的逻辑咱来去想啦，你看出代志了后 ，Oscar 一定会发这个声明嘛，对。大家去看迄声明，你大概会当知影讲伊知唔知？你看伊声明拢伫咧讲啊，这暴力这是绝对袂当发生的。安尼，就安尼，伊就无讲啊，这 Chris Rock 讲这无应该嘛。我讲如果讲今日这件代志是 Chris Rock 家己大主大意去讲哦，人诶安怎出代志，我感觉讲 Oscar 伊诶声明一定是讲一项哦，这暴力绝对是袂当发生的。第二，阮希望讲 Chris Rock 先生爱尊重咱的主办单位。可即摆看起来，这其实伊迄声明拢甲讲哦，这暴力是袂当发生的嘛。照声明来看，可能毋是脱稿演出，应该是讲伊，尤其 Chris Rock 嘛毋是第一天来主持 Oscar 进前去做过规个暗会的主持人啊，几啊届咧，对啊，所以我讲伊迄个程度的这个笑剧的演员，无可能讲哦，我家己大主大意去乱讲一寡，我唔知影反应是会安怎的笑话啦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你敢捌想过，你为虾米听到笑亏会笑？伫尾40当前，咱台湾有一个演出足出名，叫做迄一暝啊，咱有搭喙鼓。那一夜，我们说相声，内底有一句话讲：见若有人笑，就是有人受到伤害吼。咱来请教陈教授吼，包括Susan Sontag 嘛写过一本册讲，旁观别人的痛苦吼。咱因为别人受到踢笑，还是讲受到口水咱来笑，这款的心理的这个美感是安怎的？我感觉就是
有一个想法，就是为什么伊迄个主办单位吼，伊也有一个底稿吼，啊，伊内底知影讲，就是要安尼讲，啊，先怎伊那会无感觉。吼，咱就是咱的社会计卖拢有一种想法，就是啊，讲的也是是女性，吼啊，总是有女性的迄款笑亏的代志吼，啊，大家都是愈讲愈无感觉啦，迄就是讲久啊，你也习惯嘿麻痹去啊，迄就是袂讲啊，这个有注意哦吼，啊，伊的主办单位会爱甲大家先讲一个无，讲哦，咱就爱注意吼，爱注意这是一个人，啊，即马我也讲着伊吼，啊，伊的想看安怎吼，啊，尤其讲拄啊讲，就是有一点仔咱爱笑，互大家笑，这是有一点效果。咱希望讲有即个效果，啊，讲大家就是拢会笑，啊，感觉这做趣味的，啊，就是伊一定要有一个一个能力，要有一个手法啦，袂使讲就是讲啊，用即款方法啊，互大家去笑。啊，另外我感觉有一点仔无同意的所在，就是拄啊讲啥物拢会使讲，我感觉有点仔时机嘛足重要。迄个讲笑话，计卖拢足注意迄款你讲话节奏有无吼？你就是爱啥物时阵，其实毋是迄你讲的字吼，互人讲。安尼好笑，其实你讲话的迄种方法啊，互人好笑，态度，互人感觉好笑。啊，另外你就是爱注意迄时机，比如讲，咱即马知影讲，伫迄美国，做者迄款亚裔的去用拍。就是人对即马对讲，像 COVID-19 可能是中国安怎传去的，所以就是爱注意讲，你即马你踢球迄个亚裔的，你就是吼本来就是有一点仔受伤，真紧就会去用拍是安怎？你即马就是甲即个印象甲伊加强，吼啊！即马伫咧德国，我比如讲，我知影讲伫德国，因为有足侪人传讲，这 COVID-19 其实是犹太人传出来，啊你就爱讲话，你就爱较注意，所以我感觉迄时机嘛足重要。你即马就爱知影讲，你做一个主持人，你就爱知影讲，啥物时阵，这个时阵就是足侪人可能足够受伤的，所以咱就爱避免讲互迄熬受伤的人更较受伤。哦，陈教授所讲的代志吼，有一个足重要的美感啊，就是咱若是摕刻板的印象出来做相克来甲笑，事实上是在批评迄个刻板的印象，毋是在甲伊加强吼。咱即马来请教龙龙吼，你家己在写你的戏文还是卡本的时阵，你敢会想即款的问题？就是讲我啥物笑亏可能会甲人冲犯着？哦，这个是一定会的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会因为自己的身份，然后还有就是风格等等，写出不一样的笑话。就例如说，我今天如果写一个很凶的笑话的话，观众可能不会真的怕，所以会觉得很好笑。可是如果今天真的是一个长得很凶神恶煞的人，然后呢他又一直呛下或者什么，可能观众就真的笑不出来。如果是同一个笑话的话，然后像我自己之前也有一个引发争议的笑话，是我写客家人的笑话，然后因为我自己从小就是客家人啊，我家人都是，所以我就觉得哦，那我开这个笑话一定没问题啊，所以我也不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攻击人家的笑话，然后于是我就在现场讲了，那现场那时候也几千人听到，我也从来没有收到一封就是回馈说哦你这个我很受伤或者我很生气，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放上网络之后，就有一些人就是为这个不论是客家人还是不是客家人，为了这个笑话很生气，觉得。稍等一下，咱来讲你所讲的迄摆的这个笑亏吼，龙龙是讲吼，足典型的客人吼，都是足当生的啦。啊，伊安尼讲，事实上，敢就是我儒家所讲的，你是咧攻击迄个刻板的印象嘛，对不？你是在攻击那个客家人很抠的刻板印象啊？对，因为我们从小的时候就会一直这样笑我爸爸，所以我们一直都觉得哦，这只是一个日常的对话，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这很奇怪，或者是他特别在羞辱人家这样子。再加上我那时候对，所以我大部分都是在讲我当时的男朋友，他也是客家人，然后呢就讲了哦，他发生的一些很好笑的笑话啊，就是例如说什么哦，他喝不完的啤酒会冰到冰箱里面，隔天再喝啊，然后或是等等这一类的事情，然后我就觉得天哪，好荒谬哦，然后怎么跟我爸爸一样，所以我就把它写成笑话，然后没有想到是放到网络上之后，有一些人就很生气，我觉得有部分是因为传播的媒介不一样，因为你在现场的时候，就像刚刚两位老师说的，你会有语气啊，然后你会有表演方式啊，然后大家会觉得哦，那是一个表演，所以呢，你会有各种方式去让观众跟你站在同一圈里面，然后有一点点是
我们互相在讲笑话的这种感觉。可是你放在网络上之后，他只有荧幕投出来，他可能只看一小段啊，或者是他可能就是没有办法感受到现场喜剧的那种很迷幻的时刻，所以他就觉得说，哎，你怎么讲话这样讲？那你这样讲话的话，代表是不是你就是这样想？那代表你就在加深这个刻板印象。那我是客家人，所以我很生气，或者我不是客家人，我帮客家人生气。都有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，就是笑话，它实在说界限在哪里嘛，它很难拿捏耶，因为它光是不是在现场，或是谁讲同一个笑话，都不一定了，所以我才觉得说，现场每一场都会很惊奇或者很不一样的点，在于说，他需要到现场才能感受到。哦，我过来替你翻译一下吼。好龙龙所讲的，就是讲，咧笑话吼，咧产生的组合伫啥物所在吼，真重要。若是伫现场，观众朋友会当甲即个讲笑话、搬喙锦的工作者吼，有一个交流啦。当这时伫迄个所在，可能因知影龙龙家己是一个客人。所以讲，伊家己客人笑客人，这无啥要紧。总是若是放伫网络面顶，干那文字无即个开口，无迄个当时的迄个组合，看到的人就感觉你是伫笑客人，你是伫加强迄个刻板的印象吼，这是足重要的。另外，即摆咱来看哦，台湾有侪即个搬喙锦的事件引起着争议，包括最近哦。Chris 就是 Will Smith 的代志发生了后，咱的真出名的搬喙锦的工作者叫做朴恩吼，伊有讲 Chris Rock 以后吼，就爱较谨慎的，干那会当笑无手的人，伊的意思是讲，你若笑无手的人，伊无迄支手来甲你赞。这我就想要讨论一个来用这个相克的手路的问题吼，因为若是甲 Chris Rock 来比拼吼 ，Chris Rock 完全无讲光头这两字哦，伊是讲你的造型会当去演平啊。总是咱看到朴恩这个手路，也是讲无手路，伊是直接讲人无手。咱来请教陈大哥吼，安怎用相克？这有这个手路的关键的分别，敢毋是？这当然啦吼，这个伯恩这个笑话其实我刚刚讲其实是无好笑啦，对我来讲我是感觉是无好笑啦。就讲我头先讲我袂感觉讲伊无应该安尼讲，或者是安怎，我是感觉讲这是无啥好笑啦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其实啥物叫做这搬笑客的演员，其实我昨伫我的这个脸书粉丝团，我嘛写一篇文章啦，吼，啊文章是讲，其实吼，这搬笑搬喙锦的人吼，其实因拢是一定行伫这个歪啊树头顶的人。就拢去冒险啦，因为一定去冒险的人，啊，所以就遮因为因无遮济险，所以因得到的这个成果才会遮好嘛。所以得到讲，譬如讲龙龙伫咧表演时阵讲一个笑话，大家感觉笑到就欢喜，感觉做这有够好笑，你成就感就出来嘛。哦，这个因做搬喙锦的人就是安尼嘛。啊，既然是咧无遮济险，有遮济风险，就代表讲你也是这个笑话讲了无好笑的时阵，你其实。这个结果可能就又无啥好啊啦，对吧？所以就讲，伊这啊，啥物叫做结果无好？较轻的，就是讲无人笑，吼啊，较严重的可能就是像 Chris Rock 共款，哦，伫这个奥斯卡去用拍。所以我讲，其实吼，遮的这个搬喙锦的演员拢是伫咧冒险，所以我会感觉讲，我一定讲无啥物叫做对因来讲，无啥物叫做无应该啊。所以，就是像主持人来讲，你的手路真重要。就譬如讲，你要感觉你要笑这个 Chris Rock 讲伊这件代志好啊，嘛，你就无需要讲去笑讲无手的人。是，你笑你家己嘛。因为伊是要笑 Chris Rock， 伊是要甲口水，结果去牵拖到具体无里边的人。头拄主持人讲嘛，其实我伫我迄篇文章内底我嘛有写，就讲伫咧这喜剧的舞台头顶。有人笑的时阵，就是有人受伤的时阵啦。是。那其实吼，佫有人听无讲，讲这对我哪会使叫？那对我做喜剧，讲是讲一定要讲口说较好笑嘛？其实毋是，伊意思就讲角色受伤啊。是。真简单的举一个例啦，你今日喺路中一个人打着这个金蕉皮，啊骨头安尼，啊家己讲哦，边仔人看着敢最好笑的。啊，你讲谁受伤？迄个角色受伤打着
骨头迄人受伤啊。其实喜剧一个基本的道理就伫遮嘛。但是是毋是一定爱别人受伤？无啊，我就讲有人受伤的时阵，就有人笑嘛；有人笑的时阵，就是有人受伤的时阵。所以对像无咱即款，你想要讲即款笑话，其实你会当，互你受伤的是你家己啊。你唔通讲啦，讲到这 Chris， 讲到无手的人啊，讲到这个郑南榕啊，这迄种受伤拢是别人嘛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像讲你这台湾做包水紧的一寡演员，还互人讲会引起一寡大家无爽快。其实我感觉上基本的伫遮啦，就讲你讲应该爱讲事件，是，无就是讲你家己。唔通拢讲别人啦，对，你也是真咧讲手路啊，较幼路的，就讲你应该讲笑的拢是大事件，对啊，大的这话题，唔是讲啊我讲啥人。啊，其实我感觉讲，像讲咱这个以博恩这个来讲，拢讲到的拢是讲到别人。第一，第二咧，我头先讲，你讲的拢是不如你的人。就讲无手的啦，吼，无就是讲即马无伫人世间的啦。啊，人无伫人世间也无都听了袂爽啊，无都讲爬起来甲你冤家嘛。对，我就讲你也真诶讲你手路也好，你真正好的即个包水紧的演员，你应该讲的拢是议题啊，甲家己，啊无就是爱有创意。即创意上好就是讲你讲出来。大家拢讲讲，这好笑，这好笑，我无想过讲，会使安尼讲这个笑话，这该有看到你的程度伫倒位啊。是，所以我感觉应该爱知影讲是谁受伤。对啊，系啊。嘿，你爱注意讲一定有人好笑，啊有人受伤，啊毋过你爱注意谁会受伤。陈教授讲了足对，咱来看另外一个例嘛，是朴文所讲的笑亏，共款嘛是无好笑啦。伊讲咱伫阳间烧米啊吼，伫阴间就会出现一个。安尼，伊就问一个问题，讲阴间是毋是有两个地南榕？啊，这是历史的空喙嘛？对啊。摕这出来讲，是要笑啥物物件？我感觉是足无明确的。陈教授，你安怎看？系啊，就是讲，咱咧做台湾想要做迄转型正义，都做困难啊。吼，啊，即马这南榕就是以前迄个事件，就是为争自由，吼，啊，为着要家己牺牲，啊，这是足严肃的一件代志。啊，即马咱想要甲即个错误的代志，甲伊互伊正义。啊，即马你搁讲即款笑话，你就是互本来做足困难的代志，搁较困难啦。是，那讲到。火烧吼，我来举一个例，观众朋友知影，美国有一个足出名的包水紧演员叫做 Richard Pryor，啊，伊有咧食毒，有一摆吼，伊食毒食到忘去，甲酒淋伫家己的身躯面顶，啊，然后点火，全身拢就是烧伤安尼，啊，最后伊复出的时阵，搁讲家己的代志，伊就点一支番仔火，讲啊，这是我家己 Richard Pryor。伫街仔路伫撞安尼，这就是笑家己嘛。咱来请教龙龙吼，自嘲笑家己，敢伫恁写这个包水紧戏文剧本的时阵，真重要的一个手路。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，因为不会别人受伤。所以当你功力可能还没有很好的时候，或者是就是你要讲一些比较坏的东西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嘲它是最简单的方法。我自己写的段子的话，很长就会写自己发生的事情，例如我之前手断掉啊，然后明明当下都会很痛啊，或者很不舒服啊，但是你事后回想起来，真的蛮好笑的啊。你总会一个人躺在信义路上大哭，就是或者是我以前爸妈离婚的时候啊，小时候也觉得很难过，可是长大之后才发现说，我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有得到很多灵感。就是例如我每次跟同学打架的时候，我的老师都会说，他是单亲啊，所以比较会打架。我想说，这个关联在哪里？可是我小时候听到很难过，我长大的时候想起来觉得，不会蛮好笑的。对，所以也有马克吐温说，就是喜剧就是悲剧再加上时间，他当下的时候一定会很难过，或者是这个话题、这个议题是大家没办法接受。可是也许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当大家的心情都比较疏解的时候，这其实是可以拿来开玩笑的。然后我自己觉得。讲笑话啊，其实就有点像是你去夜市的时候在玩那个推酒杯的游戏，
它有一条线在那边，然后越接近那个线的时候，大家的笑声会越多。所以我们喜剧演员一定都会很努力的想要就是推到那个边缘上面，可是一不小心哇碎掉了，就会被大家骂。所以台湾的喜剧其实也还在进步跟起步的一个阶段，所以一定会有很多犯错的时候，或者是不好笑的时候，或者是太用力的时候，就是大家都还在沟通跟还在就是慢慢磨合，就是跟观众还有演员，我们还在想说，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？因为每个国家一定不一样嘛。是。龙龙讲的重点有2项吼，头一项是咧讲笑亏的时阵吼，时间是一个足重要的因素。伊举一个咧，较早吼手捌长去吼，总是经过一段时间，你可能搁回头去看，你就会使讲啊，拍长手骨颠倒勇是这个意思。另外就是讲，咱台湾的这个搬喙紧的文化，可能有去学美国的形式，总是咱拄开始咧发展，伫咱这个文化内底，迄个界线伫倒位，咱需要慢慢去探索吼。这是龙龙拄则所讲的重点。咱即摆来看，针对 Will Smith 这个事件吼，各界的回应是啥？美国足出名的演员Jim Carrey， 伊是足无欢喜讲 Will Smith 拍人了后，伊伫这个典礼面顶小可有道歉伊说得到大家徛起来，甲伊拍扑吼。咱请教陈大哥吼，伊所讲的是一个美国演艺界，伊这个对价值观的这个春秋的这个代志吼，你安怎看？其实我感觉，其实我心内感觉甲这个 Jim Carrey 差不多，其实差不多。我感觉讲你不管讲是啥物款的人讲啥物笑话，去侵犯到你的牵手也好啊，讲你心爱的人嘛好啦。我感觉讲。既然讲是一个这个 Oscar 这款的典礼，遐侪人咧看其实迄暗的重点应该是电影，该对，无应该是你讲生水皮，生水皮。我感觉讲这件代志，就变做讲，已经无人知影讲最佳影片是啥人啦，最佳女主角是啥人啦。是加知影讲 Will Smith 伊得最佳男主角，伫个这个演讲的时阵，甲大家讲伊淡薄仔共道歉啊，我感觉是真咧道歉啦，对啊，所以其实我的感觉甲即个 Jim Carrey 是差不多。其实我感觉回到我一开始讲，我感觉即件代志，咱网络顶大家讲啥物风向即件代志，就讲台湾甲美国两个国家是差真多。台湾咱就感觉讲，咱可能即个大家讲这道德观拢真悬啊，就感觉讲吼袂使讲别人的歹话，但我感觉伫美国大家对即个言论自由是真重视的，甚至他。拢讲过，讲咱台湾的这个搬喙紧的文化，大家开始啊，大家开始啊。美国是长久以来有一个传统嘛，文化真长，历史真长，所以就大家对所谓叫做搬喙紧的这演员，大家是有一个基本的尊重。我知影讲你的讲，有的时阵可以突出去讲，就是讲伤害别人的代志，但一般是无啥讲会去共拍啦。这因为这唔是讲咱伫咧街仔头大家罗麻，还是讲角头小正，还是讲大家要拖肚安尼。这是一个一年一摆电影界的这个暗会，真重要的。所以讲也是我是这个Oscar 这个学院啦，演艺学院。老实讲，我一定会甲 Will Smith 这个最佳男主角给对转来。因为我感觉讲，你已经互咱这个暗会、这个典礼，咱要做的代志已经失焦去啊，焦点已经走去啊嘛。系啊，所以我感觉讲我是完全同意讲这个 Jim Carrey 伊的感觉。过来，我有一点我想要讲的就是讲，真侪人吼，台湾因为咱都头讲咱国情无共嘛，可能真侪人对这 Chris Rock 讲这话吼，去伤着别人的牵手安尼吼，感觉讲伊应该爱互处罚啊是安怎？但是我感觉讲吼，其实我感觉讲 Chris Rock 互扇迄个喙皮，可能对伊来讲是今年上好的一件代志啊。因为大家毋知你有看到迄个新闻无？即马刷落来伊的这个美国的表演票唔人拢卖完，佮起价咧。因为讲美国长久以来，伊对这个搬喙紧这个文化，这个笑剧演员有一个尊重，所以大家感觉讲，吼，即摆你 Chris Rock 去用扇喙皮，唔是讲互一般的人扇喙皮，互今年的最佳的男主角扇喙皮，所以大家拢想要看讲，好 Chris Rock 去做一个这个笑剧的演员，搬喙紧的演员，你刷来你有啥物意见？你有啥物物件要讲无？其实
搬出去的演员，伊专门的就是遮。哦，我受伤啊！即摆我心内感觉，像头仔龙龙讲的时间，有时间了后，好，我要听看讲 Chris Rock， 你迄工去用仙水皮，你为虾米笑话要讲无？我也是 Chris Rock， 我感觉讲哇，我未来一年我表演要讲的笑话，我拢传好啊啦。哦，因为全世界可能加一个人伫咧即个 Oscar 去用仙水皮嘛。是。系啊，所以我感觉讲刷来，今日新闻嘛出来，就讲哇，伊的即个未来表演票拢卖完，那个起价。刷落来表演一定是愈来愈多，唔知摆到倒位去啊！大家拢想要听我讲 Chris Rock， 你有啥物要讲无？我讲这就是搬出去的演员伊上会当互人即个珍惜的所在啦。因为你会当讲有时间沉淀了后，你有迄个能力去甲你受伤的代志，甲转变做一个好笑的故事讲互大家听。是，接受陈大哥所讲的代志吼，咱来请教龙龙吼。你甲 Will Smith 有一个无共的所在。Will Smith 是伊无愿意要互别人讲的代志，直接叫人讲出来，伊无时间去反应。总是你有这个机会吼，你有甲你的较早的公司、甲较早的头家讲，我有一项代志，我无要互人提出来讲。总是伊迄阵你无得到尊重嘛。啊，陈大哥拄则讲，发生这款代志以后 ，Chris Rock 伊的这个事业颠倒较好，啊，对你来讲，你有啥物影响？哦，当时的时候蛮惨的，当时的时候工作反而全部不见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但是我刚好在下个月，5月的时候，5、6月的时候也要办就是我自己的秀，然后里面我原本已经全部写好自己的段子了，然后这次因为这半年发生很多新闻什么的，所以我就删了一大堆，然后呢再把刚刚就像老师说的，就是把之前不开心的事情啊，然后呢或是觉得被人家取笑的事情啊，就是全部写回来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在台上抒发的方式。然后我自己觉得，就是喜剧演员在台上的时候，有时候把这些很难过的事情，或者不舒服的事情，或者在台上反击回去的时候，算是一种疗愈自己，也疗愈观众。就是你开心，我开心，那这件事情好像就没那么难过，或没那么重要了。对我而言是这样。龙龙所讲的，就是讲吼，伊较早捌发生伤心的代志，尤其是甲同公司的同事吼，伊即马刷落来要表演，可能嘛会来讲遮的代志，伫台顶用遮的代志来讲这个搬喙紧的笑亏吼，有一个疗愈的功能啦。咱来请教陈老师吼 ，Will Smith 伫典礼面顶，伊小可咧道歉的时阵，伊捌讲伊是一个疼某的人吼。另外，伊讲疼这个代志会互人做起笑台。这听起来敢亲像一个借口，因为你若疼一个人，你毋就应该爱受搁较济才对。我想伊会安尼动手吼，可能伊也是甲一种想法共有一种想法讲，我用安尼表现吼，就是讲我对我的某足爱的、足疼的吼，就是这种安尼互人联想，是毋是讲即马我为着我的家庭吼，我就是我爱有男子的气概，所以我即马我有真正做到即件代志，所以互人无一个险，互人就是骂，毋过我有做着我可能。有即嘛嘿应该的代志，所以我感觉伊有一款安尼意思吼，毋过这都是另外一个变过来，就是讲咱是毋是真正疼啥物人，还是要做啥物，阮都爱用这款暴力的手法去做吼。我感觉这是。像伫咧国外，我感觉人大家迄款笑亏，大部分拢是对迄政治人物吼，讲迄政治人物有啥物歹的政策还是安怎，伊都是用这笑亏的代志去甲这件代志甲你变过来，互大家知影讲应该的是啥物货。我感觉人迄个手法，就是介悬人家笑的拢是迄款梅克啊，是啥物有名的人物，伊即马做一件代志无啥正义，咱就甲伊讲一个好笑的代志，尼其实。大家嘛是拢会做欢喜的，讲咱小人物，咱无办法有这大的力量，毋过咱会使讲一个笑话，甲伊笑一下。是，另外 Will Smith 讲伊是咧保护伊的牵手哈，总是咱知影女性无较细汉嘛，伊讲真正需要伊的夫君去甲保护，去做暴力的代志，甲保护陈教授。对，我感觉即个无访问即个。迄个 Jada 是一个做歹的手法，吼，咱拢知影讲足济，
像乌克兰做者迄个母亲吼，人对另外伫迄个战车的头前，伊也做者女性，伊也伫遐咧讲无爱互迄个俄罗斯的战车经过，所以这代表其实女性其实伊有家己的力量，会使保护伊的厝，保护伊的国家，所以保护国家有足侪方式，毋是拢落来用暴力的方式去做，才是正确的。是，那陈大哥，你拄则你有要补充？其实我是感觉讲吼，上无才调的人，甲用拳头母来解决代志。哦，所以今日我感觉讲，我对 Will Smith 这件代志，我感觉有真无认同，就是因为安尼。因为今日 Will Smith 绝对毋是一个讲伫个龟仔头的流氓，还是讲角头。是。像我感觉做角头嘛，无像伊遐无。做这款代志啦，讲真的啦，我感觉讲，因为你 Will Smith 是伫个即个好莱坞真有权利的人，所以 Will Smith 你也想要解决代志，你对讲 Chris Rock 对讲恁某的这件代志，你袂说，我感觉讲以伊的地位要来解决这件代志，要处理 Chris Rock， 照你讲有足侪项的方法，更较有效的，甚至讲未来嘅抵制啊是安怎，但是讲去出手共拍，变做讲你所有遐济你会当选的方法内底，你选一个上无效的。选一个